當時陸兆福同我講喺倫敦開會，喺倫敦上飛機嘅時候，仲係交通部長；落飛機嘅時候喺吉隆坡 KLA 落飛機嘅時候唔係部長啦。2018年執政唔到2年，執政咗22個月，過後咧就時來到身邊嘅結果就係、當時陸兆福同我講喺倫敦開會，喺倫敦上飛機嘅時候仲係交通部長；落飛機嘅時候喺吉隆坡 KLA 落飛機嘅時候唔係部長啦。時來到身邊係咩嘢咧？就係嗰啲舊嘅勢力，佢唔想呢個國家有改革，佢唔想呢個國家以後往正軌去行，佢就想辦法。呢個唔係淨係馬拉人啊，呢個包括馬華噶，包括各大黨啊，佢哋想恢復佢哋嘅舊世界，所以方便佢哋做世界。所以咧，佢哋就係一直唔會俾你執政滿5年，因為如果你執政一直執政嘅話，越做越好，越做越熟，越做越進步，咁樣佢就冇機會翻生噶啦。所以2018年唔到22個月，政權就冇咗啦。我哋某個程度上攞線橙大，就重新嚟過，又靠大家支持，所以喺2022年嘅大選，希望聯盟喺222個國會入邊贏咗82個，贏咗82個唔等於我哋可以執政，因為喺執政我係112，唔夠，最後喺元首嘅撮合之下，就同國陣聯合執政。呢個唔係一個容易嘅決定嚟嘅，對大家嚟講唔係一個容易嘅決定。但係我哋知道，我哋信係紅色代表進步嘅，我哋啲進步嘅政治一定要有經歷過執政，通過執政嚟落實我哋嘅理想。如果我哋永遠冇執政，冇機會執政，永遠就係每一次想執政又俾人哋搞，或者執政2年3年又俾人哋搞冧咗，咁樣呢係就行唔落去嘅。所以我哋成立咗政府，但係成立咗政府唔係容易嘅喎，唔係講每一日就好過嘅喎。咁如果你睇陸兆福，你睇佢經歷嘅壓力有幾大？我去做反對黨，你冇權力嘛？而家你做政府，每一件事講唔好聽都同你有關，講唔好聽你都可以做決定，而且呢個決定唔係講你一個人做，唔係你行動黨可以點就得啦。成個政府，我諗到成個國家。我敢講呢個政府從2022年到而家，係認真做工，係嘗試解決過去嘅問題，係對未來有想像，想帶馬來西亞去未來嘅。